大家好。因為我上傳咗好幾個喺 YouTube，即係上一年嘅時候喺大阪博覽會嗰度拍咗嘅好幾個片，咁上傳咗去YouTube 嗰處同大家分享。咁因為上傳咗嗰個都冇自己嘅咩介紹，所以諗到係有啲美中不足，所以咧就而家咧就添翻個即係自我介紹。咁我名叫做 Ken， 我係來自新加坡嘅。咁大家都知道新加坡係一個好同香港一樣咧，係好長時期喺一個英國嘅叫做殖民置業地。咁我哋嘅第一語言咧就係英文，即係小學開始咧就係以英文咧係喺學校教學嘅主要語言。咁小學開始中國普通話亦都喺學校學。不過我其實我一出世第一接觸到嘅語言咧，竟然係即係因為我老豆阿爺都係廣州嗰度過嚟，所以我第一個接觸到嗰個語言咧係廣東話，所以廣東話係識得講嘅。從細蚊仔嘅時候咧就開始落，咁之後咧就喺學校嗰度係學英文同埋普通話。咁到18歲嘅時候，我哋新加坡咧有一個要入軍隊。咁入到軍隊咧有好多我嘅部下都係以台灣嘅閩南話為主，所以喺軍隊2年半，咁我就學識咗呢個台灣嘅閩南話。咁再繼續咧就係我畢咗業入咗新加坡嘅外交部做嘢。咁我第一個咧地方咧係外派咧係韓國嘅首爾。咁我哋通常咧即係開工之前咧都會上當地嘅語言，所以我上咗當地嘅韓國語言有半年，每日都係 full time 去讀呢個韓文。咁之後開咗工之後咧經常同啲政治家呢個政府嘅要員學者研究者同埋啲新聞記者咧有接觸，都係用韓文，所以嗰陣時嘅韓文係好好嘅。咁之後咧我就有咗呢個獎學金去日本留學，學翻咗個 MBA 之後咧我就喺呢個東京嘅新加坡大使館嘅商務處嗰處做咗5年。咁嗰陣時都係用咗好多呢個日文，經常同啲日本度大嘅公司、中小公司咧有好多來往、好多接觸、好多機會同佢哋傾偈，所以日文係用到非常之多嘅。咁嗰陣時咧已經係20年前咧已經考到咗日本能力嘅日文能力嘅測驗嘅1級。咁我差不多之後咧就係新加坡嘅房地產金融嘅公司做過，最後咧係做呢個 healthcare。咁主要喺新加坡同埋喺中國大陸1年咧喺上海，1年喺北京。咁自從嗰陣時咧咁就稍微有啲早啲退休咗，之後2年間我都係走呢個中國嘅大連、韓國嘅仁川同埋呢個日本嘅大阪，都係好靠近嘅咋。咁都係主要係跑呢3個地方。咁主要咧就繼續咧溫我啲
日文同埋韓文。咁日文呢，我喺2024年再考20年，隔咗20年再考多一次，考到咗一級，又考到個一級。咁韓文呢，我2025年再去努力，即係温書，温習咗當年嘅嗰啲韓文，再去考試。因為嗰陣時咧都係冇㗎，20年前咧冇呢個日文呢個韓文嘅能力測驗㗎。咁呢一次算係第一次測驗攞到個5級。呢個韓文同埋日文咧，佢嘅算法係唔同嘅。呢個日文咧係數字越少，即係 N1 咧係最高。韓文咧係 Topic 6係最高級。咁我2025年嘅時候攞到咗合格咗呢個5級。其實我對我嚟講咧已經係應該係可能係盡頭㗎啦，因為呢個韓文嘅測驗咧唔似日文咁簡單，佢有作文咧你20分鐘要寫出嘅700個字，好唔容易，而且佢嘅題目咧。佢專登出咧呢啲好針對韓國內部嘅社會嘅一些社會問題。如果你唔係喺韓國嗰處住嘅咧，呢啲咁嘅嘢咧，你都注目都你哋冇辦法即係了解，叫你去寫你又寫唔得出㗎。咁佢又好特別衰嘅，因為佢只係有一個選擇㗎啦。佢呢啲咁嘅話題或者題目佢冇俾你話3個選一個。如果你唔識嘅呢個內容嘅話，咁你韓文點好你都寫唔出嚟。所以佢有呢啲咁非常之難嘅地方，使到你好難咧得到高嘅分數。咁你想合格呢個6級都係算係依個好難嘅。其實韓文咧，你有4級咧，已經係可以去入去呢個韓國嘅大學去讀書㗎啦。佢嘅條件就係4級㗎啦。咁通常咧有好多人咧都係讀完大學4級開始，讀完大學再考一個5級，咁再喺韓國嗰處工作生活幾年。咁至去考6級咧，係比較呢個穩陣嘅一個做法，所以我係會繼續努力一啲，不過亦都冇特別呢個期待。不過明年可能咧會去試一下挑戰呢個韓文能力測驗嘅6級，最高級嘅6級。好啦，咁我而家咧係本身咧係而家係2026年嘅7月嘅26號星期日。咁我本身咧係喺呢個日本嘅關西嘅Hyogo-gen嘅Amagasaki喺呢度住。咁多一個月多一個月中嘅時間呢，8月中呢，我會過去韓國嘅仁川，咁再逗留一段時候，再過去喺中國嘅11解放日假期長假之後呢，就會進入呢個中國嘅大年嗰處。又住一段時期，可能12月會翻嚟呢個日本關西呢度。咁其實呢幾日咧喺日本咧已經係非常之熱㗎啦。咁睇新聞報道咧係出現咗一個非常之特別嘅一個情況，就係以前都冇話喺呢一個時期咧有
超過40度嘅即係日頭咧有超過40度咁熱嘅天咧咁長嘅佢話冇咁長係一個非常非常特別，不過可能咧呢種非常非常特別嘅情況咧今後咧每年都可能會發生，都講唔準，因為主要嘅原因都係呢個地球嘅暖化，所以呢幾日都非常之熱，所以日頭咧通常都係喺自己嘅 apartment 入邊開冷氣，如果唔係喺出去咧係非常之辛苦嘅。好咁做咗個自己嘅介紹多多拜託多多關照，多謝。